大家好，我係荃灣區中原地產阿 Jimmy。今日好高興為大家介紹一個咧荃灣傳統式嘅豪宅萬景峰。萬景峰咧由5座物業組成嘅，有戶有露台啦，有特色單位咁樣。萬景峰位置於就係呢個荃灣最市中心心臟嘅地帶。步行去西鐵站同地鐵站都可以嘅，全程唔需要揼雨。無論你喺 IFC、ICC 返工，全程地鐵有 cover 可以去到你嘅目的地。樓下就有一套街市，好多外區嘅客戶咧都會嚟呢度買餸嘅，因為比較平靚正。因為萬景峰咧不嬲放盤量，如果知道嘅朋友都係唔多嘅，變咗出一間買一間，或者呢2房客換3房4房。我哋準備上去睇樓盤之前咧，麻煩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我哋頻道你記得撳COS， 多謝你哋啦。Hi， 大家好，荃灣區中原地產網仔介紹樓盤時間，介紹一個荃灣萬景峰最盤古開初嘅豪宅項目。由信和發展嘅，同埋市區重建局介紹。今日呢個就係2房戶型。我哋先睇廚房好冇？廚房咧，萬景峰咧全部都緊廚。冇咗啲客戶唔中意嘅開放式廚房噶啦，仲要明火煮食都係客戶中意嘅。雪櫃都係啦，歸一晒裏邊，唔使擺出廳啦。飯廳都係好用噶啦，2房戶型呢個。4人餐台、6人餐台都擺得落。呢度可以做一粒鞋櫃，做到上頂，因為樓底都比較高啊。Selling point 係 sell 個樓底嘅呢度，同埋嗰個實用率。另外睇埋個客廳咧。4人梳化，按摩椅都擺到噶啦。另外睇埋呢個電視機位置，50寸嘅薄電視都係擺得落有餘噶啦。睇睇個露台啦，因為萬景峰咧，我哋呢2房咧全部唔係東南咧就向南，冇西斜嘅，放心。望翻去中環嘅，今日景觀就有啲煙霞，望唔到 IFC、ICC， 正常都望到嘅。最後睇埋啲房我哋。我哋先睇細房，細房都望落去都擺到4乘6嘅床噶啦，夠晒實用。唔中意就上面床、下面衣櫃同埋嗰個書台，仲有個地櫃可以擺埋。直望就自己個浴室，浴室就用浴缸式嘅設計嘅，都係發展商原有嘅項目啦。牆身嘅磚地都係發展商。廁所有窗又係客戶好中意嘅，2個好處，緊廚，廁所有窗都係客戶中意。好啦，嚟到主人房啦。主人房 Queen size 嘅床都係擺得落，仲有個對流窗，都係 selling point，3個 selling point 㗎，記住。萬景峰2房，第一緊廚，第2廁所有窗，第3主人房有對流窗。有埋個窗台仔啦，偷埋窗台擺到6乘6嘅。介紹呢個咧就4房項目，實用742尺，4房戶型。我哋可以入嚟睇睇先。大門入嚟呢邊咧個飯廳相當闊落㗎啦。8至10人餐台都完全擺得落，可以做個圓形台面都得。睇一睇個洗手間，個廚房先真。廚房業主裝修好晒，明火嘅煮食，3個爐頭。雪櫃、洗衣機、焗爐可以擺晒裏邊，收納空間非常充足。睇翻個客廳先，客廳3、4人梳化都係擺得落㗎啦。因為萬景峰最實用咧就係個廳啦，日字廳完全都冇走廊位嘅。另外咧可以睇埋個外面個景觀啦。方位就向翻南，偏少少東，東南邊為主嘅。望翻自己屋苑個內園泳池啦，室內室外泳池啦。楊屋道街市啦，同埋前面嗰啲比較舊式嘅項目嚟嘅。如果睇完咧，外圍景觀就睇翻個房間。房間嘅佈局咧四個房嘅，呢度係記住啊，4個房1個套房。第一間房咧，業主係做咗一個玻璃幕牆啦，玻璃牆個採光度充足啲，我哋做書房嘅目測嚟計。對面呢間咧就做咗個衣帽間，可以瞓到人啊，因為有冷氣同窗門嘅。第3間房完整整啲，3乘6、4乘6嘅床都係擺得落，方位全部都東南邊。洗手間業主好細心，裝修好晒㗎啦。客戶都唔需要再添啲咩其他嘢落去，有埋浴室寶嘅設計啦。最後睇下個主人房，
咁啊，主人房都幾cyber嘅個感覺，望落去非常之cyber。咁啊，都係唔使點樣大執噶啦。咁啊，睇埋個瞓覺位置，咁啊 Queen size 嘅床三邊落床完全都擺得落噶啦。咁啊，都冇乜話嫌佢嘅問題嘅。咁啊，係需要可能執一執翻身下就住得噶啦，基本上。方位最主要向南嘅。好，我今日介紹咁多，興趣打俾我，電話613854488。